最舍不得是谁？所有人。卖给，真的啊。那不然你觉得他舍不得谁？那个啊，那个，Sakura， 最爱的。Sakura 已经舍不得过了，因为他前2天杀青了。哎，干！他是一个非常所以他每次到这种时候，他都要培养一下情绪，培养一下，培养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杀青的时候，他就会弹出来。没那么夸张，没有天数，还是吧。杀青，谢谢，谢谢照顾，谢谢照顾。好了，太感动了，真的是谢谢大家照顾，太开心了。杀青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睡觉，然后还有回香港约见我的爸爸。我好久没有回去了。我是感觉我干嘛这样？我开心，这个脸干掉，笑掉。